八八太水过后，经过维维1年，屏东高速大多数嘅田丘诶路恢复耕种诶，不过农产品唔係幾好賣哦。故所當地嘅民間團體下禮拜日都會睇新豐國手辦一隻按到高速水豚風嘅產業節，邀請各家鄉親共下支持高速嘅特色農產。八八水災以來，高速農會一方面輔導農民投入安全農業嘅生產，一方面努力開拓外銷嘅訂單，希望除增加農民收入以外，也提高農民嘅生產尊嚴。要培養高速的農民有一個觀念，就是說無毒安全的農業，這一點才能做到說我們農民出去是受到尊敬的。外銷訂單暫時撐起來高速農產嘅銷售量。唔過，重要嘅國內市場上一直冇個好，故所由民間社團都計劃舉辦高速產業節，希望做得觸及高速農特產嘅賣氣。一般呢，啲農產品呢銷售呢相當快，快唔忙。帶動佢哋賣氣以後呢，農民呢佢要賺一啲錢。因為八八水災帶來許多嘅漂流木，故所都有人想到用漂流木做材質，設計出代表高速特色嘅戶外片檔。以上台產業節今日推出義賣所得嘅經費，將會為高速消防隊買個新嘅權務車，使得八八重建嘅精神做得永久2萬年嘅新關頭。客家新聞陳文廉屏東報道。